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爸是教导主任，还是体育老师，更是全省武术散打冠军。叔叔你好，我是赵范周，是周晓的男朋友。知道疼了，知道疼就老实坦白吧。不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坦白，你就先上私信了，武则天呢？你说什么你？坦白。这还差不多。他说，他叫什么？今年多大了？在哪上学？学什么专业？家里有几口人？家是哪的人呀？你能一个一个说吗？我都没记住，我怎么回答？他叫什么？快说。他叫赵范周，19岁，跟我一个学校的，是学法医的，然后家住南市，一共3口人吧，好像。他学法医的，不是法医怎么了啊？干嘛这么激动啊？你吓我一跳啊你！因为你对法医有偏见。法医？你刚刚就这个表情。任何行业都是值得被尊重的，尤其是法医，很多人都不敢做和不理解这个工作的，所以更值得我们尊重。你说我说什么了？我就好，那个，我收起我的偏见，行了吧？这也差不多。叔叔，水开了。我知道。好。快给妈说说，你跟他怎么谈上的？哎呀，讲这个干嘛？哎呀，快说吧你！哎，这么帅的小伙子，你是怎么死皮赖脸把人拿下的？妈，你对女儿太不自信了吧？明明是她死皮赖脸追上我的，好吗？哦，对，他追你，快跟妈讲讲，他是怎么死皮赖脸追上你的？那这个就得从开学第1天开始说起了。好，开学第1天这样子。哎呀，坐着不好讲，站给你。